最初係照顧阿仔啊嘛，咁後嚟有一段時間咧，我係要照顧妹妹同埋媽媽嘅。咁媽媽今年都95歲啦，入咗老人院住，好多時都去陪佢啊，一去探佢都探成2-3個鐘噶啦，同佢傾下偈啊，買啲嘢，擺啲佢喜歡食嘅嘢同俾佢食下，有陣時就要餵佢嘅咁。咁當時我照顧住媽媽咧，因為嗰個壓力好大，咁自己嘅情緒就出現咗有少少問題啦。咁跟住個社工咧就轉介我嚟見阿董生，就開始參加個照顧之星啦。咁初咧就係我自己嘅目標咧就係健康方面啦，因為最緊要照顧到自己 OK 啦，咁先至照顧到屋企人啦咁。一路咧我就注重咗運動啊，每星期去耍太極啊，練八段錦啊、拉橡筋啊嗰啲咁嘅體適能運動啦。咁後嚟發覺嗰個健康方面係好咗喎，咁但係咧家常嘅事務咧搞唔掂喎，踢晒腳喎咁董生就同我講下，教下我啲情形係點樣啦咁或者可以揾人分擔下，咁我就第一時間就捉咗我先生幫我分擔啲家務啦咁，譬如啲粗重嘢啊，去超市買嘢，買完我拎唔到啊咁就約佢幫我拎翻屋企啊咁樣，同埋啲有陣時企高要抹下窗啊嗰啲。換床單啊嗰啲，我都要請先生幫手咯。變咗嗰個時間咧就好咗好多啦，用得到啦。咁仲有啲時間自己可以去 window shopping 啦。參加咗照顧之星咧，真係幫助我好多啦。我識得運用下啲時間啊，點樣安排下咁樣，又輕鬆啲啦，但係又可以做多啲嘢啦。同埋有一樣最緊要係，我以前就唔多出聲嘅乜嘢都係喺個心度，幾辛苦自己都做埋佢咁，即係有陣時真係做唔到啊，做唔到咪唔開心咯。咁而家學識咗規劃啦，咁我就可以咁樣，即係改變咗自己，舒服咗好多咯。照顧之星真係好。佢一出世就傷殘咁樣，咁就我就需要就放低工作，咁跟住就同太太24小時去貼身去睇住佢咯，衣食住行啊、食藥啊、照顧上啊，甚至乎好簡單要同佢坐低啊，呢啲我都要去即係屋企人一齊去輔助佢咯。開頭董生就介紹一個照顧之星嘅工具啦，將個照顧嗰個情況去規劃一下咯，因為本身自己有啲高血壓嗰啲嘅情況，咁就當時醫生都話飲少啲酒，做多啲運動，一路以嚟都冇實行嘅。咁照顧之星嘅幫助，跟住就見到，咦唔係喎，真係可以試下喎。咁就每一日落樓下抌垃圾或者倒廚餘嗰陣時，就會行5分鐘到，慢慢加上去10分鐘、15分鐘。跟住就一路加落去，到最後個半鐘咯。由開頭本身行路，跟住就會喺屋企附近有啲器材啦，叫做可能踩下單車啊、轉下板啊。咁其實係改善咗好多嘅。血壓問題嘅就叫做穩定咗。第二樣嘢就係話做咗運動之後，夜晚黑可能瞓覺真係叫做瞓得好咗，可以第二朝就會可以足夠多啲精神去開始照顧小朋友啦。照顧之星呢樣嘢嘅，我會覺得係對於每一個照顧者裏面嚟講，都可以認識到自己，俾咗一個方向俾自己，令到自己可以有一個幾好嘅規劃咯。知道自己邊一樣嘢需要改善，邊一樣嘢可以慢啲去改善咯。有一啲好主要嘅嘢可以去自己幫到自己先咯。其實我哋做照顧者嘅每一個都可能要忙碌住每一日嘅照顧小朋友或者照顧屋企人嘅情況，
但係就忽略咗自己嘅時間咯。如果冇接觸到照顧之星嘅，我相信而家我都係每晚3、4點鐘瞓覺，唔知道每一日究竟目標係做啲乜嘢嘢咯。照顧之星呢個工具其實係由英國引入嘅，咁佢哋裏邊包含7個範疇，包括健康啦、照顧者嘅角色、日常家庭事務啦、個人嘅時間啦、嗰個照顧者嘅自我嘅感受、財務啦同埋工作。咁而呢7個範疇其實都係照顧者成日都要面對，而呢7個範疇咧亦都係佢哋經常會忽略嘅。透過照顧之星呢個評估工具可以睇到規劃呢樣嘢對照顧者係非常之重要。咁而照顧之星裏邊嘅規劃，亦都係一個好好嘅量表，去俾照顧者啦去睇下，其實自己有乜嘢範疇係需要去做一啲嘅轉變啦，或者做一啲嘅改善。而嗰啲嘅改善裏邊咧，都包含一個行動計劃。而好多時我哋都係喺個規劃上邊咧諗完，不過喺行動上邊咧就比較難去實行。咁透過嗰個嘅照顧之星呢個評估工具，就係因為有個我哋叫做 action plan 一個嘅行動計劃咧。我哋會同佢一齊制定一個計劃，佢係覺得真係做得到嘅計劃。咁我哋亦見到佢哋嘅動力咧，亦都大咗好多，因為係佢哋想 set 呢個嘅目標，而唔係我哋 set 俾佢嘅目標。咁呢套嘅工具就係透過呢個方式，令到佢唔係淨係喺個諗法上面嘅改變啦，係真係喺行動上面有改變。而改變完之後，佢哋亦都感覺到其實真係改變帶嚟俾佢哋嘅改善啊，無論生活上邊啊、心情啊、情緒啊等等嘅方面。咁我哋期望呢7個範疇咧，就可以更加清晰俾佢見到佢自己嘅需要同埋點樣去做一個規劃。